大家平時都直接叫佢日本，係一個位於東亞嘅島國。佢嘅國土主要由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國同九州呢4個大島組成，仲有其他細島加埋一齊，一共有1萬幾座島。日本四周被海洋包圍，東邊係太平洋，北邊係鄂霍次克海，西邊有日本海同東海。佢嘅東北邊靠近千島群島，不過呢啲地方有主權爭議。西邊隔住海同朝鮮半島、俄羅斯相望，西南邊就通過琉球群島同台灣、中國大陸隔海相望。日本全國分成8個大地區，再細分為47個都道府縣。日本國土面積大約37.8萬平方公里，不過大部分都係山地同丘陵，大約佔咗75%，平原同可用土地比較少。全國人口大約有1.2億人，係一個人口密集但地形複雜嘅國家。大約公元前3萬年至前1萬年，日本列島開始出現人類活動，時期被稱為舊石器時代。人們以打獵和採集為生，使用簡單的石器，在山林和海岸間尋找食物。群馬縣嘅岩宿遺址係時期嘅重要發現。公元前1萬年至前300年進入繩文時代，氣候轉暖，人們逐漸定居，製作帶有繩紋嘅陶器，用於烹飪同儲存食物，並透過捕魚和狩獵維持生活。造型獨特嘅土偶被認為與祈求豐收同平安有關。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是彌生時代，水稻種植從大陸傳入，鐵器和青銅器開始使用，村落出現圍欄和守陵。隨後進入古墳時代，巨大嘅古墳顯示權力集中。魏志威人傳記載了邪馬台國和女王卑彌呼，說明日本早期已形成政治組織。大約由公元300年到1185年，日本古代國家逐步成熟，國家制度同文化開始定型。300至538年係古墳時代，以巨大嘅前方後圓墳為代表，顯示統治者嘅權力越嚟越集中。大和政權喺畿內形成，天皇當時叫大王為核心，透過血緣、軍事同盟約將地方豪族整合埋嚟，打下皇權國家嘅基礎。538至710年嘅飛鳥時代，日本開始學中國隋唐嘅制度同思想，佛教傳入，對宗教同國家統治都有好大影響。645年嘅大化改新廢除咗豪族對土地同人民嘅私有權，確立中央集權，推動律令國家嘅建立。701年大寶律令頒布後，官僚制度、戶籍同賦稅體系逐步完善。710至794年係奈良時代，以平城京做都城，模仿唐朝建立咗完整嘅中央官僚制度，但頻繁嘅工程同僧侶勢力都加重咗財政負擔。794至1185年嘅平安時代，遷都平安京，日本開始形成更具本土特色嘅政治同文化，律令制度逐漸鬆弛，貴族政治興起，藤原氏透過攝關掌握實權，同時國風文化繁榮。日本古代國家喺制度同文化上逐漸成熟。鐮倉時代至戰國時代係日本由貴族政治轉向武家政治，並長期處於分裂同動盪嘅重要階段。1185年，源賴朝建立鐮倉幕府，確立以將軍為中心嘅武家政權。幕府掌握軍事同司法權，天皇同朝廷保留名義上嘅統治地位。日本因此形成幕府、朝廷並存嘅政治結構。鐮倉幕府透過御家人制度維持統治，用封賞土地換取武士效忠。13世紀嘅元日戰爭雖然提升咗武士階層嘅社會地位，但因為缺乏戰利品，導致御家人唔滿，幕府財政同統治基礎逐漸動搖。14世紀初，後醍醐天皇發動倒幕運動，實行建武新政，但因未能協調武士利益而失敗。1336年，足利尊氏建立咗室町幕府，日本進入南北朝同室町時代。幕府嘅統治力比較弱，地方守護大名勢力不斷擴大。15世紀後期，英人之亂爆發，幕府權威徹底衰落，日本進入戰國時代。大約1467年至1590年，戰國時代戰亂頻繁，但亦推動咗制度同經濟變革。各地大名透過檢地、兵農分離同城下町建設，
加強對領地嘅直接控制，為之後織田信長、豐臣秀吉完成統一打好基礎。安土桃山時代大約由1573年到1600年，係日本由戰國混亂走向統一嘅過渡時期。呢段時間最出名嘅人物係織田信長同豐臣秀吉。織田信長透過戰爭同改革加強中央集權，仲引入咗火器同南蠻文化，令日本社會發生咗好大變化。豐臣秀吉跟住統一全國，佢實行咗刀手令，限制農民持武器，仲做咗土地同戶籍調查，令社會秩序更加穩定。呢個時代嘅文化都好豐富，例如茶道、能樂、城堡建築同南蠻藝術，都展示咗傳統同外來文化嘅結合。1603年，德川家康建立咗江戶幕府，日本踏入咗江戶時代。呢個時期一直持續到1868年。江戶時代實行嚴格嘅封建統治同鎖國政策，社會相對穩定，經濟同商業發展好快。幕府透過深勤交代制度控制大名，社會上有士農工商嘅等級制度。呢個時期仲出現咗好多有趣嘅文化現象，好似浮世繪、歌舞伎同牌具，形成咗獨特嘅市民文化。江戶時代嘅長期穩定，為明治維新打下咗基礎，同時亦標誌住日本由戰亂走向和平同秩序嘅歷史轉折。明治時代由1868年開始，係日本由封建社會變成現代國家嘅重要時期。明治天皇實行富國強兵、文明開化、廢藩置縣，建立現代軍隊同學校，令日本行上中央集權同現代化嘅道路。日本仲向西方學技術同制度，發展工業、鐵路、銀行同教育，國家經濟好快就成長起嚟。對外方面，日本喺甲午戰爭打敗中國，攞咗台灣，又喺日俄戰爭中勝出，顯示咗軍事實力。進入大正同昭和初期，日本經濟繼續發展，但軍國主義慢慢抬頭。1920年代尾到1930年代，經濟危機同政治影響令軍隊喺國內勢力增強，日本開始對外侵略。1931年佔領中國東北，1937年全面開戰，1941年加入軸心國，太平洋戰爭爆發。戰爭初期，日本取得啲勝利，但隨住美國同盟軍反攻，局勢逐漸惡化。1945年，美國喺廣島同長崎投下原子彈，蘇聯亦對日宣戰，日本嘅經濟同軍事實力全面崩潰。8月15日，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，日本戰敗，都結束咗軍國主義時期，為戰後和平同重建打低基礎。平成時代由1989年開始，到2019年結束。喺呢段時間，日本經歷咗經濟泡沫破裂後嘅長期低迷，被稱為失去嘅30年。樓價同股價不斷下跌，企業同銀行經營困難，好多年輕人揾工壓力好大。同時，人口老齡化越嚟越嚴重，出生率下降，退休金同醫療等社會保障問題都逐漸浮現。雖然經濟發展放緩，但日本喺科技同文化方面依然有影響力。2019年，日本踏入令和時代，新天皇即位。令和時代延續科技同現代化嘅發展方向，同時更加關注少子化、人口老化、環境保護等現實問題。面對全球化競爭同自然災害嘅挑戰，日本努力喺國際事務、文化交流同科技創新中保持地位，亦逐漸重視多樣性同包容性，為未來揾新方向。